印度人真係大規模衝入緊中國，一星期過百架航班，城市就快被取代，甚至連大企業嘅核心代碼都俾外人掌握咗。但呢度面最值得警惕嘅恰恰唔係呢啲聽落好刺激嘅講法，而係佢哋將幾件完全唔同嘅事溝埋咗一件事：簽證等於移民，航班恢復唔等於定居潮，商務往來亦都唔等於安全失守。事情嘅真相往往比表面文章殘酷得多。動手指撳個 like 先，我哋即刻帶你摸開偽裝，直啲呢場權力遊戲嘅核心。先睇最猛嘅數據，印度外交部截至2026年1月嘅海外印度人數據顯示，中國境內嘅海外印度人總量大約56名人。呢個數字唔細，但如果將佢講成正在替代本地居民，定居明顯唔夠。中國確實恢復緊向印度公民發放赴華簽證。公開報道亦都有提過，2025年中國向印度公民發咗大量簽證，但簽證入面分商務、旅遊留學、探親、各類短期往來同長期居留唔係同一回事，更唔係自動變成移民。再睇航班，同印直航確實恢復咗，呢個係一個重要信號。2025年10月，加爾各答考卡拉飛廣州嘅航線重啟，初期係1星期3班。德里 Delhi 飛上海亦都有後續恢復安排，呢個同每星期過百架航班完全唔係同一個概念。真正嘅關鍵唔係印度人係咪一夜之間衝入中國，而係中印兩個喺2020年之後高度互不信任嘅大國，點解又開始慢慢打開人員往來嘅掣？呢個先係今期真正要睇嘅嘢，唔係移民潮，而係中印互相需要又互不信任。點解呢個差別咁重要？因為一旦將短期簽證講成移民，將商務旅客講成滲透，將正常學生、工程師、採購人員統統講成威脅，觀眾嘅情緒就會被點燃，但判斷力就會被燒毀。真正嘅安全風險，從來唔係靠面口號識別出嚟嘅，而係靠制度分類識別出嚟嘅。邊個係旅遊，邊個係商務，邊個係留學，邊個係工作，邊個需要就業許可，邊個涉及敏感行業，邊個需要數據合規審查，呢啲先係國家治理真正要睇嘅嘢。將所有人溝埋一齊鬧，睇落好硬淨，實際上好粗疏。網上仲有一重講法，話大型企業嘅核心代碼都俾印度人掌握咗。呢種說話如果冇可靠來源，唔可以當成事實寫入文案，因為佢既容易誤導觀眾，又容易將一個職業群體、一個民族群體污名化。你可以討論企業用工安全，討論關鍵崗位審查，或者跨國團隊入面嘅數據權限，但唔可以將冇證據嘅傳聞包裝成結論。呢個就係做國際時政內容最基本嘅底線。程序可以鋒利，事實不能偷懶。中印關係嘅底色絕不單純係旅遊同貿易。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令兩國關係跌入低谷。嗰場邊境衝突之後，航班停咗，簽證緊咗，投資審查嚴咗，企業互相試探，民間輿論亦都越嚟越硬。呢種嘅嘢唔係幾張機票、機場會談就可以抹走嘅，所以你會見到一個好矛盾嘅場面。雙方喺會議上講要管控分歧，視彼此為合作夥伴，聽落好溫和，但冷酷啲睇，呢啲說話說明嘅唔係問題消失咗，而係問題大到唔可以放任佢失控。印度嘅盤算，印度想成為全球製造業替代選項，吸引外資喺美日歐中之間抬高自己身價，但印度製造業好多環節根本黐唔開中國嘅設備、零部件、工程師同市場資訊。中國嘅盤算，中國唔希望中印關係永遠被邊境問題綁死，更唔想印度完全話係美國陣營，雙方都唔信任對方，但又深知徹底切斷往來代價太高。呢個就係大國現實主義。握手唔係因為突然中意對方，而係因為繼續堅持落去，邊個都要找數。印度對中國嘅貿易長期存在巨大逆差。經濟時報 Economic Times 2025年嘅分析提到，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喺2024至2025財年低到約992億美元。呢個數字背後係印度好多工項、工程電子、化工機械同新能源環節都需要中國供應鏈嘅速度同成本。如果冇直航，商人去一趟中國要轉機，
工程師出入咁麻煩，設備安裝、維修嚴苛，談判全部變慢。你以為航班只係運人，實際上佢運嘅係供應鏈嘅反應速度。你以為簽證只係給個人，實際上佢決定一部機器背咗幾多日可以整翻好一張訂單，出咗事幾多日可以傾妥。所以印度人願望話增加，其實應該擺喺商務同供應鏈恢復嘅框架入面睇。真正值得研究嘅係印度一邊想降低對中國嘅依賴，一邊又不得不繼續使用中國供應鏈嘅矛盾。美國希望印度喺亞洲制衡中國，但印度要嘅係戰略自主，可以同美國合作，同時留喺金磚國家同全球南方框架內。中國亦睇得很清楚，只要印度未完全企喺美國嗰邊，中國就有空間透過經貿同外交維持有限度接觸。呢種接觸唔代表關係變好或者信任，有時只係管理風險嘅方法。譬如兩個核大國同人口大國嚟講，保持最低限度嘅往來，有時唔係浪漫而係保險絲。未來中印關係大概有3種可能：可控回暖、航班逐步增加、簽證金便宜、商務留學慢慢恢復，但邊境繼續由軍事同外交渠道壓住。最理想亦最現實，突然降溫，只要邊境再出現嚴重摩擦，簽證、投資科技合作就會再次被安全邏輯壓住。選擇性開放、高端人才、合規商務、學生同遊客可以嚟，但對敏感行業、數據風險同灰色中介管控會更嚴，最似未來嘅常態。如果要將呢件事落實到具體政策上，有4點好重要：數據透明，究竟有幾多簽證、長期居留工作許可，最好有清晰嘅公開口徑，以減少謠言空間。分類管理、商務、留學、旅遊、工作、永居絕不能混為一談。安全審查精準化，真正敏感嘅係數據、崗位、行業同資金，而唔係某個普通人嘅國籍標籤。勤姦罪事要降粗，可以批評政策、質疑風險，但唔好將普通外籍人士變成情緒發泄出口，咁樣既唔公平，亦唔聰明。呢期最重要嘅結論好簡單，唔好俾印度人瘋狂衝入中國呢種標題大風向。真正嘅大事唔係有幾多張簽證，而係中印兩個大國間好跟一件好難嘅事，喺冇真正互信嘅情況下，重新做生意，重新開航班，重新讓人員流動，但同時將安全嘅掣揸實喺手。對普通人嚟講，我哋唔需要恐慌，更唔需要將一個民族標籤化。開放唔係冇門，安全亦唔係將道門看死。中印關係會喺合作同防備之間反覆拉扯，喺呢個錯綜複雜嘅叢林世界入面，保持清醒比咩都重要。咁多嚟同關注，帶你用最深度嘅邏輯解構天下事。我哋下期再見。